一个温暖的新闻，全台湾海拔上悬的合欢派出所，虽然讲呢温度嘛是上低，也唔互人感受到真温暖。最近派出所收到一份泡菜感谢礼，原来是一对韩国的情侣3冬前来到合欢山参加脚踏车的大会，迄当阵落雨，险险啊失温，去派出所庇护，环境真热情甲接待，感觉真感动。过3冬后，翕只影片回忆这段经过，嘛又讲年底要来台湾亲身甲环境说道谢。 작년에도 이제 여성 1위로 이제 완주를 했고 저는 20년도에 종합 우승을 했었던 경험이 있습니다. 伫咧镜头前，小盖家己的得奖纪录，这对韩国爱情啊，伫咧单车比赛定赢。 네, 뭐 메리다 자이언트 대만을 대표하는 브랜드인데 대만이 세계에서 자전거 제조 1위 국가니까 对台湾自行车品牌是受众真济，佮学了台湾1.1，啊，对台湾有这么好的印象，是来自3年前的这件代志。 伫安全帽啊，穿好满，目屎都袂掉流落来。3年前，两个人来台湾参加自行车大会，伫咧合欢山顶去压甲淡高高，赶到强要失温，找到派出所想要庇护，想要到合欢派出所真热情，警察唔若芳小弟、吹风机含烧炉嘛刚刚出来，佮因为跳电真照顾因两个人，会感觉有够烧累。 대만 경찰 아저씨들 꼭 만나 뵈서 그때 정말 감사했다는 말씀 드리고 싶고요. 影片内底真感谢台湾，片内底嘛有讲到这对韩国的男女朋友来到派出所，受到警察斗相共，这种温情一直拢记伫咧心肝耳啊，所以送韩国泡菜来感谢道谢。啊，这两位男女朋友卖计划伫咧年底，佮一摆来台湾亲身拜访。当时我们只是以平常心接待游客的规格来安置他们，看到他们在 YouTube 上的剪辑短片。 我们也很感动，也很高兴。影片破上榜，嘛随扣34万人点来看。有人分享，这其实是合欢派出所警察的日常。一摆有韩国的男女朋友感受到台湾满满的温暖，嘛讲会阁小招，搁一摆来台湾佚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